哥，哥，哥，我刚想你，你就来了。你还好吗？好，丽姐还在。那就好，走，跟我回家。怎么了？爹说了，我不能回去。我说能回去，我说了算。可是爹说，如果我回去，会给哥带来麻烦。我不怕麻烦。世子莫要急躁，不如先让心静下来。你要拦我？世子的家事贫道怎敢拦？我只是劝世子想清楚些。小王爷若是回了北凉，等着他的会是什么？我守着他，不会让他被人利用。你能寸步不离守他一辈子吗？为何不能？世子难不成要用铁链子锁住小王爷？我知道世子与小王爷兄弟情深，可是世子想过没有？如果支持小王爷的人对世子动手呢？我接着。如果支持世子的人对小王爷动手呢？谁敢？权力之争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你这么带他回去，是把小王爷往绝路上推。世子还是想清楚再做决定。走，你带他去哪？我带小王爷逛逛武当。哦，哈哈，世子做出决定之前，贫道什么都不会做。我不走，就住在这儿。走。好些年没来武当了，我四处看看。要不咱们进屋坐坐？小王爷在想什么？是我惹我哥不高兴吗？不是你。但是为什么爹说我回家会害哥？是因为你哥心不够狠。那不好吗？其实很好，只是人间如玉，心软的人容易受伤啊。我可以保护他。哦，哎，师弟怎么出紫竹林了？哦，这位是王爷次子。天生根骨，赤子之心，很好。哎，倒不如让小王爷就住在你的紫竹林。从本心讲，整个武当山里最像小王爷的，就是师弟你了。可以。
其实我大概都听明白了。秀人想借小王爷之名，从世子手中夺取北凉大权。其实我没打算要。那就让给他们。黄蛮儿本心通明，不谙世事。我要是把北凉让给他，那些支持他上位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夺他性命。那其实这个结果跟王爷所说的一样，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让小王爷不要再回北凉，要么就杀尽军中那些野心狂徒。我必须得做一个决定。可是想借小王爷身份搅乱局面的人到底是谁？藏得太深，徐骁都没找到。那不就简单了？小王爷现在回不了北凉，那就让他暂时待在武当呗。世子若是想念，随时可以来看他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你们武当守得住他吗？这么大一个门派，守不住一个人？你要想明白一个道理，那些支持黄蛮儿上位的，未必是北凉军。那会是什么人？最希望北凉分崩离析的是谁？离燕皇室。皇室眼中，黄蛮儿就是打破平衡的利器。武当不过是个江湖门派，挡得住皇权吗？这个放心了，皇室还能赶到武当来抢人不成？孙雕四，确认徐家兄弟行踪了。回公主殿下，徐凤年和徐龙象皆已离开灵州，先后奔武当而去。好，我们也去武当。3年前，徐凤年推拒婚约，让我成了这京城里的笑话。一个武夫之子，也敢羞辱皇室。这3年的屈辱，就在武当还给他的。那小道士咋了？怕我打他，溜了。那你弟弟的事怎么办？既不能回北凉，也不知道让他住在哪儿才能避开皇室觊觎。想到答案之前，我先留在武当吧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有答案？我再想想。那小道士真的是武当下任掌门？没错。那你还敢在武当打他？他欠我的。怎么说？他负了我大姐。那小道士，我家常来武当，一来二往之间，我大姐喜欢上了那小道士。之后呢？没什么之后。小道士不肯下山，大姐最终嫁去了江南。他答应过下山吗？从未说过。那就怪不到他了。虽然没说过，但谁都看得出来，洪喜相喜欢我大姐。既然两情相悦，为何没有结果？
他家掌门阻挠。这家伙自己发了个誓，不成天下第一，绝不下山。那他岂不是这辈子都不能下山了？偏偏我大姐也不肯再上山。算了，这都不重要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黄曼儿的事儿。在想出结果之前，就委屈前辈也住在这儿吧。小泥人儿，我耳鸣了。徐凤年，还真是你，你怎么来了？干嘛不说话？你混蛋！我又怎么了？你知道这有多重吗？我背着上山的，快累死了。背的什么呀？换洗衣服、笔墨纸砚，你一样都不带就上武当来了，最后害得我把这些送过来。徐潇是猜到我要在武当住一段吧？他猜你还不是一猜一个准？为什么让你来啊？借马的事儿被知道了呗，还不是怪你。你一个人上来的？马车到了山脚就回去了。你不回去？哦，徐潇是让你留在武当照顾我，那你可惨了。哎，你属小狗的。哎，这屋子让给你们住，我自己找地方。有麻烦喊我。前辈。哎呀，这屋里实在是摆不下第二张床。行吧。睡吧。啊。舒服呀！你想清楚啊！真不需要我跟你换一下？不用，
你就坐那儿一晚上？我乐意。哎，你那钱盒在包裹里呢吧？嗯。舒服呀。这酱瓜不错啊。他就在那儿睡了一宿。估计是累坏了。你也不把他扶到床上去？这丫头身世惨，那不是更需要照顾吗？她才不需要被照顾、被可怜。这丫头啊，骄傲着呢。可是她为什么睡觉不抵着墙呢？那包裹重，她这一路背上来，肩上背上，怕都是破了皮，靠着会疼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家丫头，我不知道，谁知道？我真是搞不懂你们。醒了，来吃早饭。吃饭，别管他。怎么了？有菜吗？要是不够，我可以再去拿。活的。菜还有活的。这道士是傻的吗？
人家是武当下任掌门。世子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是问你有没有菜籽瓜苗之类的。可这怎么是活的呢？没出土之前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吗？姑娘说的对，是活的。姑娘要这些，做什么？种啊。我们有菜，可以给你送来。自己种不行吗？行倒是行，但是我们没有菜籽瓜苗。那你们自己吃的菜从哪来的？我们武当倒是有一个菜园子。带我去。走啊！你别看我，我可管不了。掌门，这不是菜头吗？大事不妙了，馆里遭贼了！菜园子里的菜被偷走了许多，得彻查呀。谁会偷菜啊？哦，该不是山中狸鼠闹灾？哎呀，掌门啊，那是那铁锹挖的呀。也许是狐狸成了精了。哎，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。啊，去吧。啊，掌门啊，狐狸吃肉的，它不吃菜呀。夫玄道者，得之乎内，守之者外，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此中要言，你可要自己参透，不要事事都问掌门。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用之者神。江妮姑娘，你偷菜这件事情，千万不能让掌门师兄知道。我让你带的路，菜也是我挖的，让他找我，跟你没关系。还是守密为好。你怕他？他打你？掌门师兄，他不打我。那你怕他做什么？什么路数？红岭3天正法，龙虎山。皇室钦点的天下第一门派。
其实待在武当也挺好的，不像留在北凉，整天都要提心吊胆，揣摩人心。就是吃饭全是素的，这受不了。哥，你跟我来。怎么了？你过来。哥，这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就是这儿。你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里面有个小木屋。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哎。哥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又睡在这儿了？你不是睡，你是晕了。为什么会晕？木剑道士把你打晕了。木剑道士？就住在竹林里那个？嗯。他也是武当的？他没打你吧？没有，木剑道士是我新晋。他用什么把我打晕的？剑气。剑气。武当还有这种天才？哥，鸡腿儿，山鸡。哪儿来的？我在竹林里打的，用火烤了，专门留给哥吃。没让木剑道士瞧见吧？他看到了。没拦着你？我记得武当戒律挺严的呀，这什么道士啊？木剑道士人挺好的。你喜欢这儿？那要不咱们一直待在这儿？你不愿意？哥是要走的。我去哪儿？哥要回家。爹说，家里不能没有你。大姐、二姐都不在，你也要走，我一个人回去有什么意思呀？那还算是个家吗？爹希望你帮他。黄曼儿啊，你知不知道徐骁送你来武当是为了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拿走我的力气。他连这都告诉你了？告诉我。那你还这么听话的赶过来？爹说我没了力气，哥就不会有麻烦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傻没事，哥聪明就好。啊，吃肉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黄曼儿，哥不怕麻烦，我就守在这儿，谁也别想把你带走。你恐怕守不住。前辈，这些天都没怎么见到你。在山里闲逛。您刚才说我守不住，是什么意思？龙虎山来人了，找他的。人呢？在你屋子门口，架势挺大。
黄毛先回林子里，不是哥叫你，绝对不要出来。去吧。如果我和龙虎山的人起了冲突，前辈会帮谁？哼，我早想着和天下第一门派对招了。多谢前辈。不用谢，只是别忘了啊，剑九皇只让我护你2个月，时限很快就到。这么多人盯着，你还种菜啊？又不是找我的。洪喜相呢？被王成龙拉走了。看来武当这是打算置身事外了。我是徐凤年，哪位找我？掌门，能确定是龙虎山的人吗？可别被招摇撞骗的人蒙过去了。我亲眼见了，来的是赵熙团。赵熙团，龙虎四天师里的赵熙团，正是。掌门，龙虎山如今如日中天，天师亲临武当，咱们可不能不管不顾啊！是啊，想想办法。小师弟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咱们教派叫武当，也不代表整个武当山都是咱家的。咱不是占山为王，这么大座山，想逛就逛呗。啊，那毕竟是龙虎天师啊！对呀，什么龙虎天不天师了？反正都是来找徐东相的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说的没错。天大的麻烦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掌门，徐凤年，正是。徐龙相在哪儿啊？让他出来。贫道要带他回我龙虎山。敢问阁下是？龙虎赵熙团。赵熙团，竟是天师亲临啊！那怎么能站这儿呢？这岂不是怠慢了天师？天师，屋里聊。徐龙相在哪儿啊？我这就去找他。天师先进去喝杯热茶。好。打得过吗？打了再去吧。一会儿我正面吸引他注意力，你绕到背后偷袭。你可是龙虎山天师，我管他天师地师，敢打我弟弟主意，一个都不放过。那后面这么多道士怎么办？刀往天师脖子上一架，看谁敢动手。你闹这么大动静，龙虎山不会放过你。没事，就说武当掌门让我们干的。天大的麻烦，甩给武当接着，谁让这儿是武当山呢？确实是简陋了些，天师万物见怪啊。佳妮啊，你把这凳子给天师擦擦，让人家坐下。
天师请坐。哦，风势大了点。哎，我来关门。哦，不是说要喝茶吗？茶叶在哪儿啊？啊，茶叶呢？茶叶呢？茶叶，这有了茶叶了，水烧的怎么样啊？烧水了吗？啊，烧了吧？哎呀，这烧水还要等一会儿时间呢。哎，世子不必惊慌，也不要误会，贫道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小王爷回龙虎山。那我就没误会。哎，不打架，不打架，贫道认输啊。你说他怎么不呼救啊？叫一声，外面人不就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是这就皇让我来的。老黄，皇让我来的。老黄，等等，你是说，是老黄让你把黄满儿带去龙虎山？建九皇知道世子为难，他离开了北凉，先来到了龙虎。世子应该知道，你弟弟现在可是奇货可居啊。还查到些什么？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，没抓，和宁峨眉一样，都是被丢出来的饵。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藏得很好。凤年还在武当，是，一直不肯下山。他会想明白的。皇室等北凉破绽，都快等疯了。但他们都知道，只要您还在一天，北凉就一定姓徐。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小王爷才重要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，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，北凉分崩离析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，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黄满儿心智尚浅，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，只有我龙虎山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。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，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建就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
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黄满儿？既为师徒，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？这就是剑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啊，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黎阳朝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，就剩下遗憾。没什么好珍惜的，我和他，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族。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，此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无敌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！龙虎山里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，正是。剑九皇挑战王仙芝，那人借此探王仙芝虚实。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。再说，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。再加上，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剑九皇曾经说过。他来龙虎，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3条路来。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仙芝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。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，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
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曼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！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！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！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，终于有了传承了！哈哈哈哈！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傅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，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了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。回头啊，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哎，师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。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；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，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黄曼儿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看着他。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，徒儿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2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？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，就这2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当。哎，门派之间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黄曼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，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。我接手北凉，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，把矛头都指向我，
黄门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他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。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、半斤酱肉、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。王献之闻声而至，剑九皇5剑进出，8剑是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皇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乘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2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皇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皇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皇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。6000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皇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
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仙芝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皇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子节哀吧，剑九皇也算是求人得人。贫道告辞了。剑九皇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仙芝出了双手。少爷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孽跟我。这道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渐进。那就叫6000倍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，第一件事请少爷考虑过。好。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，
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黄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黄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马夫老黄？赵集团说，剑九黄把王仙芝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黄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，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仙芝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仙芝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仙芝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仙芝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上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
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刃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仙芝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凤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。没有内力做基础，2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
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一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八卦道四象、三才归两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悟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愁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本事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我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，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
吵死了，睡觉。如果你快死了，我会先用神符捅你2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世子，世子，上次怎么做的？再来一遍，让我瞧瞧。别废话。这是在化缘，所以本质上还是复归于无极的道理。世子，你看2遍就明白了。技巧方面接近于借力卸力，确实如此。你让我再想想。这段路的尽头，就挥一挥手，用这份遗憾欢笑对匆匆。恩怨翻腾不休，听有苍生笑我痴梦，逍遥不够，山河漫漫游。残花待雪中，心事如风，铁马轻骑歌颂，肝胆万山重。曲风霜雨酒，斩断了俗世年头，一夜东去，青丝到白首。长歌踏雪中，心事无空，消散爱恨与风，无语也无求。天涯的渡口，一人陪马儿轻手，多么富有，填下了心中。烟雨红楼，天今天居然没晕倒。这黄瓜熟了吗？不许动！没熟啊？这是我的菜园。你种菜又不让人吃，你种菜干什么？我愿意。我就不信，
你还能12个时辰守在这儿？逗你呢，我北凉世子怎么可能偷你的菜？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时间还早，我再去练会儿刀。地瓜？不知道怎么的，菜地里混进了这东西，我才不要。你拿走吧。走，别烦我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法子挺适合练手法力的。倒是有趣。世子，江妮姑娘每天把那个菜园当禁地一样守着，你这地瓜不是偷出来的吧？我担心她回头会砍死你。武当山上谁敢动那丫头的菜园啊？那江妮姑娘为什么那么喜欢菜园子？大概是因为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吧。徐凤年呢？问你话呢？徐凤年两兄弟人在哪儿？这下人难道听不懂官话？你在踩我的菜！大胆！等等，你为什么推我？你踩坏了我的菜，你为了这些菜推我？这是我的，不识抬举，让老奴来教训他。打个丫鬟也不算本事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认错。是你先踩进来的，把这菜园给我毁了。是，快！是。回头老奴给您洗干净。不要了，回头烧了。是。唉，你这地瓜烤的，比老黄差远了。世子，你练武是为了上武帝城？连你也觉得不可能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我才刚刚开始练，而王仙芝早就天下无双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还从来没有开始练过武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因为我是天下第一。你，天下第一？对，我肯定是天下第一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练武啊？没打算练。然后你要当天下第一，
我答应过掌门师兄，不成天下第一，誓不下山。我总是要下山的。你就从来没想过，这事儿不可能？我相信自己，所以世子你也要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，取回剑匣。哼，听上去好像是两个疯子在聊天。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还有什么能相信？徐凤年，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。好，洪喜相，我等你天下第一。都办好了。认错。要哭？眼泪可没用。放肆！别过来！眼泪没用这种事儿，我早就知道。跪下！你还想还手？您何等身份，无需亲自动手，别落了脸面。张嘴，打到认错为止。是，上。是徐凤年。这位想必就是北凉世子了。果然是粗鄙之徒，不识礼数。疼啊？不疼。受欺负了？他踩我菜，我就推他；他回我院子，我就扔他一身泥。除了这一巴掌，我都还了，我才没输他。堂堂北凉王世子，连个丫鬟都教不好，真是让人失望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认错。你说什么？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，你们欺负不得。怎么，世子也不问问我等来历就想动手吗？打狗还问名字吗？哼，世子倒是尖牙利齿，怕是你没这本事。给我上，别打死就好。这就收到了。他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应该是刚入门，看他那力道技巧，倒也上乘。只可惜啊，终究还是少了一点真气。就会这一刀吧。这老白脸是你相好啊？哼！杀了他！找死！
都握紧点儿。阁下何人也？要打就打，你管我是谁？徐凤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年隋国在泰山挖了2颗夜明珠，这事儿我还是听说过的。随珠公主的名号不就这么来的吗？既然猜中了我的身份，那还不跪下？应该是你跪我吧？3年之前咱俩有过婚约，虽然我外出游历3年，这婚事没成，但你也得算我半个娘子啊。徐凤年，我这人好说话，你不用跪我，给他道个歉就行。你让本公主给一个丫鬟低头认错，凭什么？前辈，打得赢吗？当然。就凭我这边能打呀！对黎阳公主出手，孙雕四在，拿下他们！掌门，人到半山了，咱们就这么不闻不问吗？对呀，一个是黎阳公主，一个是北凉世子，帮谁都是祸事。龙虎山送了战帖之后，已经有不少弟子相继离去。掌门，若是投效皇室，龙虎山就不敢咄咄逼人了。不就是上山比武吗？掌门的大黄庭未必就输给龙虎天师。输赢都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龙虎山只是个幌子，想重新整顿天下门派的是皇座上的一位。京城能支持龙虎山，也就能容下我们武当。这几年龙虎山吞并了不少门派，个个都拆去山门，迁往京城。真要这么做，武当就毁了。哎，起码有条活路啊！哎，你说呢？我不能去京城。为什么？我发过誓啊，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誓不下山。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！哎，有道理。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！哎，这会儿可以认错了吧？你到底要怎样？听不懂人话，叫你认错。不用认错，我只要我的菜园。什么？还我菜园！你好大的胆子！那就不认错，赔菜园。这破烂菜园能值几个钱啊？我说它值1000两黄金。好，1000两就1000两，回头给你送过来。回头？想赖账啊？现在没钱。手上拿的那是什么？武当山的人都死绝了吗？你是武当的？武当掌门王重楼见过殿下。我现在命令你们武当即刻出手，将这3人拿下。说来惭愧，本教只求心性，不善武功。武当山连皇室之命都敢违抗，实在是武功低微，让公主失望了。你这是要让自家山门万劫不复了。哎，我刚刚听到殿下跟世子说起了黄金，倒不如由贫道先替公主垫上吧。那可得让公主先写个借据，按个手印儿。
很好。武当这是要当徐凤年的狗了？你这么说话，怎么跟人借钱？给你。一颗算你500两吧。都给你。前辈，请收刀。老奴无能，给殿下丢脸了。与你无关。行了吧？你得问他。我只要菜园，你把它变成刚才的模样。那个，这丫头不识货，你那俩珠子，不要的话给我。你要，我偏不给。不会过日子，这败家娘们儿。徐凤年，王重楼，你们记住今天，把车复原。快去！停一下！又怎么了？我想了想，你的人太脏了，还是别动我的菜园了。你是故意羞辱我？你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羞辱你，勉勉强强算还清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公主，请自便。寻龙巷呢？殿下是来找我弟弟的。嫁我不成就要当我弟妹？你别欺人太甚了。我弟弟已经被人带去龙虎山了。不信你问掌门。贫道可以作证。下车。是，殿下。走。掌门，这可太不给公主面子了。世子可有闲暇聊上几句？等我一会儿。贫道在世子练刀的瀑布处等你。马上就来。咱马上回北凉，防止公主的手下找您麻烦。我还怕他不成？解气了？我没惹他，是他先踩我菜的。我知道。他是找你来的。是我连累你。要不我给你复原？算了，我就这命，我什么都不该有。就算拥有点什么，最后也都会这下场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命？我父王没了，母后没了。公主殿下，都是老奴无能，让殿下受辱了。派人查查，徐龙相是不是真的去了龙虎山？是，殿下。你觉得徐凤年怎么样？回殿下，此人胆大包天。胆子大不大不重要，关键是人够不够聪明。
此人倒是言辞犀利，应该不是愚蠢之徒。我觉得正好相反，此人莽撞无知，是真正的蠢材。殿下，为何对其评价如此低下？京城和北凉的关系微妙得很，表面上君臣齐心，暗地里毛。他徐凤年若是真的聪明，便不该说穿我的公主身份。万一闹得不可开交，北凉和京城都无法收场。哦，殿下方才是故意惹怒徐凤年。这次来武当，一呢是为了徐龙相，二呢也是想亲眼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还真以为我急着赶过来就是为了和他吵架？那徐凤年历年行事，宫中应该都有记载。那种东西没用。徐骁总要死的。徐凤年本性如何，对皇室威胁多大，总要亲眼瞧了才知道。原本准备了不少手段，没想到一个丫鬟就让他乱了方寸。北凉交到这样的人手里，也算是徐家气数将尽了。当如殿下所言。我觉得你命还可以，虽然是历尽苦难，但终究最后做了我的丫鬟，也算是否极泰来了。你这算是刺杀未遂了吧？是不是得赔钱啊？我扎地。那你不是脑子有病吗？匕首扎地了。是啊，就你最聪明。你刚刚故意挑衅嘛，就为了让那公主觉得你冲动易怒，是个白痴。有那么一点点是故意为之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脾气不好。那你就是真白痴。你呢？明知道对方人多势众，你还针锋相对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这世间如铁石利刃，我偏就不服软。你这样，那随珠公主恨死你了。比起我，更恨你才对。管他做甚，吃瓜吃瓜。你别扔啊，这瓜种的不错。这还有几根。两个我都恨。殿下不是故意试探的吗？那也要生气。徐凤年和那个丫鬟对我如此羞辱，我怎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可他终究是北凉世子，怕是不好动手啊。不仅仅是徐凤年，还有王重楼。从方才情形来看，武当是铁了心投靠北凉。若有北凉做倚仗，怕是武当也不好动手啊。徐骁从来不给江湖门派好脸色，他王重楼
怕是要自作多情了。前方何人在此挡道？洪喜相。洪喜相，王重楼的小师弟。正是。因何拦路？掌门师兄一意孤行，想要与朝堂为敌。我等武当上下，愿拨乱反正。哦，这是要反你家掌门了？也不是反，只是寻一条活路，总不能让师兄把武当拉下深渊。王重楼修成了大皇庭，你一个小道士，靠什么拨乱反正？平日确实是拦不住，今日却有个机会，请二位随我回去。刚才多谢掌门仗义直言。不是仗义，是功利。方才那局面，我为您说话，就是要告诉公主殿下，武当已为北凉马首是瞻。其实掌门可以两不相帮。世子觉得江湖如何？肆意洒脱，令人向往。江也好，湖也罢，原本无足轻重。朝堂之争才是水下暗流，能激起滔天巨浪。所谓江湖门派，不过是水面上的几叶扁舟，若无根基，随时便有倾覆之象。眼下最大的两股暗流，便是京城与北凉了。武当已处在积水滩头，若再是瞻前顾后，两不相帮，终将被巨浪吞没。我大概明白了，武当是想投入北凉旗下，自保罢了。你家掌门这是想做什么？世子应当知道，天下武者分为9品。听过。28品无需多说，单说这1品人物，王仙芝定是1品。没错。可1品之中，又分为4重。第1重金刚镜，金刚镜才是武者登堂入室，外敌难坏，根骨不朽。陪您上山的那位，大约就是这个境界。过了金刚镜，便是指玄，更是妙不可言。建九皇就曾是指玄镜。老黄，您说他曾是指玄？武帝城头一战，建九皇最后一式6000里，已是稳稳的天象境界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确实，天下众生能入天象者屈指可数。武帝城王仙芝，在这重境界已做了半辈子，实在是高不可攀呐。 1品4重境界，金刚指玄天象，这才3重啊！最上一重称为地仙，这重境界也就只是传说了。往上再无景色了。 1品之上可成天人。怎样才算天人？4重境界虚无缥缈，我应该是看不到了。掌门特地跟我说明这些，又是为何？
听说世子想要登上武帝城，那最起码也要到芷泉境。世子天资没有问题，就是起步晚了。那也没办法，我慢慢练吧。武当大皇庭虽非天下最强武学，可绝对称得上特别啊！怎么个特别法？大皇庭的改人根骨，这世子应该知道。除了改人根骨，大皇庭最神奇之处，就是替人做嫁衣。嫁衣？修大皇庭者，可将一身真气送与他人。真气送人？那你们人人修炼大皇庭，集中到一人身上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启禀公主，大皇庭极难修炼。近些年来，除了我家掌门一人，无人习得。那还好。而且还有一个苛刻条件，就是大皇庭只能传于从未修炼过真气之人，而且传送之后，具体吸收多少，要看天命，往往只有10之5、6。你要把大皇庭传给我？等等，传完了真气你会怎么样？真气散尽，自然是命不久矣。你疯了吗？贫道清醒的。你为了帮我，你命都不要了，我跟你不熟啊。不是为你，是为武当。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依靠北凉，武当才能传承下去。许孝不会同意的。不重要，只要看到我为你传功，谁都会相信。武当已是北凉麾下门派了。谁能看到啊？王重楼要传功给徐凤年。霞分暮霭，闭目内敛自相望。才知我身皆洞天，原来皇庭是福地。死了，活不过来了。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我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
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凤年。这就是大黄庭传功。武当果然已经归顺北凉。公主，眼下正是时机。此话怎讲？此时打断他们二人，让内气冲乱徐凤年的经脉，他整个人就废了。公主，请稍等。可你这么做，徐骁岂不恨死你？徐骁岂能依靠？好，你若成事，朝廷必将传旨封你为武当掌门。多谢。一起出手。这又是谁？小王师兄，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？别再上前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掌门师兄一身功力就全废了。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。怕是要来不及了。
来不及了。哎，殿下，势不可为啊，还是走吧。你们这是害了武当。小道士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山？公主，我就不下山了。掌门师兄功力全失，武当定会重选掌门。我想试试，若能成为掌门，或能力挽狂澜。很好，你放心，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。多谢公主。那徐凤年快醒了，还请公主速速离开。小王师兄演得不错，少说话都动手，也不算难。去看看掌门师兄吧。师兄。没出差错，公主应该是相信了。借北凉之威震慑龙虎山，再让京城为你助力。这样一来，你接手武当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师兄，别苦着脸，用我这身大黄庭为武当换个未来，这是赚了。你手上的这把神图，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当知道为了什么？寿山。风雨飘摇，师弟成就天下第一之前，武当就靠你的这把桃木剑来收成了。我在。武当便在。你们都先上去，召唤诸位师兄弟。过会儿我有话说。那你的师兄？我等他醒来。去吧。殿下，未见有人追来，即刻回京城。是殿下。那徐凤年得到内力之时，要不要即刻传信京城？徐凤年不过是个蠢材，有武功又怎样？在天下大事面前，个人无用，不值一提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倒是先把武当的消息传回去。可以确认武当已经归顺北凉，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，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去挑衅徐骁。是殿下，我这就放出飞鸽，传输京城。还有，洪喜相心向京城，尽量支持他接掌武当。
衣服怎么没湿啊？已经蒸干了。点火了？真气比火好用。已经把大黄庭给我了。给了。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？看来世子还挺契合这真气。真气能留下几成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哎，多谢。要上山顶，我扶你。有劳世子了。为了护住武当，我把自个儿这条命都扔出去了。武当好歹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门派，要在这世上求活都如此不易，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又该有多么艰难呐！若日后有朝一日，世子接掌北凉，请世子一定为他们想想。一定。哎，怎么等在这儿了？扶你上山。也好，那就不用辛苦世子了。是啊，眼下年关将近，世子也该回北凉了。长空的事儿你早就知道。还请世子不要浪费了大黄庭，我等你踏上武帝城头的消息。公主殿下，我得去备些热开水，好给殿下沏茶呀。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时候应该去守护公主殿下。是。去灌壶热开水。怎么样了？情况有变。怎么回事？人被龙虎山接走了，应该是剑九皇的手里。还有世子。世子怎么了？王重楼将一身大黄庭传给世子了。随州公主已经认定，武当归属北凉。自保。除了这点意外，其余都如王爷所想。随珠公主亲眼见到世子顽劣不堪，从今往后京城应该会对世子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义父让我问你，要不要找个机会回北凉啊？我留在京城，对王爷更有用处。你辛苦了。走了。公主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给钱了吗？给过了，5文钱。
这些小民也是辛苦，给店家再送5文。客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赏你的。哟，那可多谢您了。殿下，钱给到了。出发吧。是。孙雕四说的没错，随珠公主刁蛮的外表下，藏着颗多疑的心。什么都别剩，能烧都烧了。去武当接世子回家。王重楼有气魄，我也没料到会是这样。 2个月时间早就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您不跟我回北凉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途中遇上的，总会道别。这就是江湖。 多谢前辈授业之恩。好好练刀，有缘再见。走了。 都来了，掌门。好。从今日起，武当算是逃过了灭门之祸。我只有一句话告诉诸位：我死之后。 洪喜相接任武当掌门。师兄，好像擦不掉啊。这就是大黄庭。江宁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武当啊？别得了便宜卖乖，你如果不要，可以给我。
转功会死人的，死了最好。再说我也不会传。世子，世子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啊，龙兄想死你了。江宁，咱们该回家了。喜欢可以多住几天。没必要。掌门师兄说他现在上下山太慢，所以就不送世子了。你帮我转告他，我欠武当的，永远不会忘。嗯，这是武当自家的真气炼法，有了大黄庭，可以参考下。就此别过。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茅屋先别拆，院子里再帮我种点蔬菜。种什么？就跟之前一样。你又让我去偷菜园？你是下任掌门，不难。世子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干嘛？你会骑马吗？不会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哎，你下去。我下去了，你怎么回北凉啊？我自己学呗。那茅屋跟菜园子都给你恢复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走之前再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江南？见我姐一面都不敢了。等我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能下山。下山之后，就去见他。天下第一，要等多久？会有那一天的。回北凉。走。人走了啊，让你去江南。师兄，我是喜欢徐之虎，可我也喜欢武当。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我是不会下山的。苦了你了。我不苦，我只是担心，您把希望都交在我身上。可如果我成不了天下第一呢？哎，咱俩可是多年没有一较远近了，怎么样？今日比试比试？不好吧？不敢了。比就比。好。
怎么样，师兄？今日比你好吧？我可是为了大黄庭的人，这叫虽败犹胜。可是这种事情，跟大黄庭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师弟，安心的做你自己。我跟师傅的眼光是不会错的，你就是未来的天下第一。到你下山的时候，可得风光点儿，对你大师兄长长脸面。好，天下第一。世子终于回来了，这便是大黄庭的印记吗？瞧着还挺适合世子的。都知道了，消息全都传回来了，还得恭喜世子文武双全。世子累了，先进去歇息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等在城外啊？府里出了点事，世子进去再说吧。挺好，儿子，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哎，你说这王重楼啊，还真是果断，还真把这大黄庭传给你了。也罢啊，也罢也罢。饿了吧，儿子？看爹给你准备什么了。还有啊，爹给你找到了这个好玩意儿。不吃。这府里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回世子，其实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避避风头。避风头？北凉王跑到这儿来避风头？府里闹鬼了？闹鬼倒好了，你二姐回来了。你把我学武的事告诉他了？还用我告诉他吗？这天下人都知道了。我还是回武当待几天吧。这不成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回北凉的路上呢，他现在正在家里等着你。徐骁，你这是把我顶前面了。咱们父子俩总得找一个下来吧。这何必呢？你看见他了？他应该在我院里。你们先回自己房间吧，我一个人见他。姐回来过年啊！我在武当用山石给你刻了一副棋子，您瞧瞧。看书累了吧？我给你揉揉肩。
姐在上音学宫待的还习惯吗？听说你学武啊？老黄死在了武帝城，我想把他剑匣取回来。姐觉得学武不好？学武随你啊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在你眼里，老黄胜过了北凉。这怎么说？到了今天，你都还没有决定接过徐子淇。我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千斤重担。够了，姐，你想怎么做，随你。多谢姐高抬贵手。姐，你去哪儿？姐，你消消气。我马上回上音学宫，看不到你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这就回去？年都不过了。这我亲手给你刻的，你好歹看看。我看过。姐，我不是小孩了。你们都想让我接手北凉，没问我愿不愿意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？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的活法。你什么都不明白，白活了这么久，你连你自己身上的责任都看不到。怎么是你？听说你又刺杀过徐凤年，不敢认？是，我是刺杀过他。我警告你，别忘记自己的身份。怎么？丫鬟就不能刺杀世子了？我跟你说最后一次，如果伤到许凤年，我一定会把你扔到井里，封了井盖，让你就这么烂在井里，永世不能再见到天日。听懂的话，白纸黑字写下来，发誓你以后再也不会对徐凤年出手。行啊，写字是吧？你给我支笔，越大越好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我徐渭雄说到的，自然会做到。巧了，我也一样。
二小姐策马而去，已经出了灵州。她倒是来去如风，闹半天千里迢迢赶回来，就是为了骂我两句。二小姐对世子的期望很高。她是上阴学宫数十年来第一奇才，我可比不了，也不想学。教你写的？嗯，这字儿不错。陈之豹，你在上阴学宫，应该学了诗书礼乐。我学什么，与你何干？学了这么多，杀气还这么重。我觉得上阴学宫很适合你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就别再回北凉了。你觉得我是乱世之一？义父，陈之豹独自出营，将二小姐拦在城外。义父，要不要调兵啊？就别冲锋，别打扰人家。找我干嘛？大黄庭怎么没了？王重楼不发功的时候，也看不出来。做什么？武当的太玄感应篇，洪喜相给的。给你的，我又没大黄庭。我懒得读，不如你念给我听。想得美。每读一字，给你1文。1文钱。1字1文。2文。就1文。你多读几本，一样能读穷我。不止1本。你想啊，我要习武，就得读书。就说眼前这一本《太玄感应篇》，我让红薯粗略算了算，大概6000来字。全本读完，我算你7贯钱。开张酬宾，你很划算。1本1副。行啊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惟象无形，杳杳冥冥，寂寥淡漠。太死板，有感情些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稳重些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花钱请你读书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质量？我出去一趟。你先读着，好好想想怎么读最合适，我再回来听。
那字儿写的不错。还行吧。我二姐凶你，你发誓杀我，合适吗？徐渭雄最疼的就是你，说杀他，他才不在乎。疼我，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为了骂我几句。那是对你失望透了。你说我二姐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接受北凉啊？这不废话吗？我二姐最痛恨的，就是世家门阀嫡子传承那一套，所以她让我接手北凉，肯定不是为了徐家血脉，她有别的原因。那你不愿意接手北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想看到，一直有人为了这件事而牺牲。那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些人不就白牺牲了？你去哪儿？